場訪問嘅挑戰對於我嚟講就係要反應好迅速啦，要即時接到球員俾我哋回答嘅答案之後，我哋再要去 follow up 佢問翻佢一啲相應嘅問題。係第一次講波，有即刻翻去溫書溫翻記翻啲人樣，再同啲人名啦，但係太多人啦，所以希望一陣可以講得啱。我平時睇波咧就覺得講波好容易啫，但係其實落到場講波，哇真係好難。有時候咧，你個腦咧諗到嗰樣嘢，你嘴咧係跟唔切，所以就呢個係一個比較難嘅地方咯。我諗講波最考驗係急才啦，就因為有時候有啲臨場應變啊，可能一啲緊急嘅嘢，可能需要你補鑊，或者可能需要你去幫手嘅。咁我諗係呢一方面比較緊要。今日我喺賽馬會精英杯嘅崗位就係擔任數據統計同埋分析。平時睇比賽都比較少睇比賽嘅數據，但係今日先發現原來數據其實係好影響比賽嘅形勢分析同埋了解。今日之後，其實我都希望可以擔任評述，試下其他唔同嘅崗位。